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原来是真恐怖。台中的潭子工人咧换自来水的管线发生着意外。这个50岁的工人，甲这个管线的钢棒卡开的时阵，竟然是规个人，互这个水管甲输入去，甲现场所有的人拢错一大条。虽然真紧就互救出来，但是头壳弄一个真大力，救无转来，亡生咯。物理老师讲，这种的现象都亲像是吸尘器吸尘器的原理，因为这个气体的压力差，工人卡开这个管线的钢棒的时阵，外部的气体大量冲入去真空的水管，造成着真大的吸力，才会甲工人输入去水管内底。现在的工人用铁腿啊，将挂好的水管壁要灌开，熊熊。一个徛无在的人被输入去水管内，同事赶紧甲救出来进行急救，不过因为弄一个真吃力，这个工人被送去病院急救了后，嘛是救无完。来到现场，施工单位遂将这个管壁的孔甲补起来，并且灌浆，防止意外无发生。这个水管线啊出现这大的吸力，专家讲，这就跟咱日常的吸尘器的原理是同款的。你里面这个除了把水抽掉之外，空气也会跟着被抽掉，因此这个时候水管里面的压力会小于外面的大气压力。那当你这里有一个开口的时候，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物体，你都会从压力大的地方被吸到压力小的地方。随着水被抽出来了后，形成管内真空，这个管壁灌开的瞬间，大量的空气冲入去真空的水管内，大气压力将这个孔变成断命的吸尘器，工人一个挖进，随输入这个水管内。对着这个代志发生的经过，工人的家属无想要加讲，检察官要调查代志的真相，追究责任。